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租盤將軍澳廣場，物業鄰近將軍澳地鐵站。本身物業除咗靚裝修之外，仲有齊全屋家私電器。如果你啱啱諗住搬出嚟住，呢個樓盤就啱晒啦。單位客廳係一個左右廳嘅設計，除咗靚裝修之外，亦包括咗電視櫃、儲物櫃，連餐台都幫租客準備埋，係一個即租即住嘅樓盤。廚房屬於一個緊廚，而且幾闊落，有齊雪櫃、洗衣機，基本所需都幾齊全。呢個係一個高層單位，望出去景觀開揚，好舒服。跟住帶大家睇下啲房，走廊左手邊係廁所，都係靚裝修同設備齊全。右手邊係一個細房，已經有一張組合床、衣櫃、書台，所有嘢齊晒，直接就用得。我哋再沿住走廊行入去，先睇左手邊呢間房。係一間書房或者用嚟做工作室，除咗有書台之外，同時亦擺放咗衣櫃，可以同時儲物，一房多用。最後我哋睇主人房，主人房係一個地台櫃設計，床邊有一個小的床頭櫃，亦都有一個大的衣櫃擺放衣服。主人房望出去都舒服開揚。如果大家對今日介紹呢個咁靚嘅租盤有興趣，可以打畫面呢個電話約睇，或者 scan 畫面呢個 QR code 直接聯絡同事約睇。下次見。